各位朋友，今日我想同大家傾下，既講一個既神秘又同我哋每個人息息相關嘅話題。我相信見到呢個標題入嚟睇嘅你，心入面一定有住某種期待，你滿心好奇，腦數都吊起。你可能會問我，雙手真係能夠決定我下半世？我手上出現邊啲特徵係天時傳落嚟嘅提示？今日我就將老祖宗想留低嘅智慧，配合我岑日飛多年嘅體悟，毫無保留講俾大家聽。呢段分享我會用最淺白嘅說話，最真誠嘅心態，帶大家走入一個從未真正了解嘅世界。首先麻煩大家先做一件小事，暫時放低手頭所有嘢，伸出你平時寫字做嘢常用嗰隻手，好似平時睇手相睇手學咁，將掌心對實自己心口，然後將目光落喺最細嗰隻手指，亦即係我哋講嘅尾指。唔好覺得呢個動作好傻，又或者只係無聊開場。我話你知，老祖宗傳落嘅雙學入面，呢根睇落最唔起眼，好似冇咩用嘅尾指，其實藏住一個關乎你下半世命運嘅大秘密。長輩成日講一句個說話，尾指夠長，一生有靠山。呢句說話你可能聽過無數次，聽到耳仔起位，但你究竟明唔明白背後嘅核心道理？你又知唔知呢根幼細手指點樣決定你晚年係享清福，定係勞碌一生係子孫圍住個好日子，抑或孤孤單單過到老？我同大家講，對於上咗年紀嘅朋友，手上雙學嘅格局其實一早定型，與其日日縱然嗰啲虛無好多時常變動嘅運勢，倒不如直接觀察手指形狀，填個垂直度，等你嚟得更加實在準確。點解咁講？皆因傳統手相學入面，每根手指分別代表唔同親緣同人生範疇。大拇指代表親生父母，係你根基同靠山；指代表兄弟姊妹，係同輩緣分；中指代表自己，係人生核心；無名指代表伴侶，係感情歸宿；最後最細嗰根尾指就代表子孫後代，以及你百年歸老之後嘅生活質素。可以咁講，你年輕時再捱賺再多錢，職位升得再高，都只係人生一段過程。唯有尾指生得好唔好，先決定你最後收穫點樣嘅。結局就好似一套人生大戲嘅大結局，係喜係悲圓滿定遺憾，全部寫喺呢根尾指上面。所以今日我帶大家睇通透呢根代表同兒孫晚年靠山嘅尾指當中暗藏嘅玄機。無論你尾指長短直，揾我逐一同你拆解對應嘅吉凶可福。更重要係，如果發覺自己尾指生得唔理想，我仲會教大家幾個民間實用簡單方法，化解不足，補翻晚年福氣。首先講第一種，亦都係最好嘅格局，伸出手一睇你個尾指，正如老話所講，生得夠長，指尖能夠越過無名指最頂嗰條紋線，呢條紋相學入面叫做黃紋。如果你嘅尾指輕易超過呢條紋，真心要恭喜你，屬於福氣深厚之人。呢種手相係標準晚年大富大貴格局。點解咁講？第一，由性格層面分析，尾指長嘅人天生口才出眾，好識同人打交道，腦筋轉得快，反應靈敏，講說話順耳舒服。年輕時身處人群，永遠係焦點，識得炒熱氣氛，帶動情緒。到咗年紀大，亦唔會變成脾氣古怪，成日抱怨嘅孤獨長者，反而天生樂觀。就算年長都好似老鑒童，心境年輕。輩同晚輩之間嘅相處，亦曉得喺平淡日子入面，為自己同身邊人揾樂趣。天生開朗嘅性格，直接令你晚年生活唔會枯燥，精神世界充實滿足。其次，亦都係最關鍵一點，尾指相學直接對應子女圓同晚滿，尾指相越過黃紋嘅人，子女宮飽滿。要別計，你代表仔女由細到大身體健康、聰明伶俐，長大之後又出色，能夠立足社會出人頭地。最難得係仔女十分孝順，
大家試下諗，人活到最後圖啲咩？只有病嘅時候有人斟茶遞水，空閒時有人陪傾偈。解悶美子像嘅人天生有凝聚力，能夠將屋企子孫團結身邊，晚年日日享受兒孫滿堂嘅熱鬧，真正天倫之樂。呢份唔就係最穩陣嘅靠山，亦都係人生最大福氣。除此之外，美子亦代表偏財運同晚年積蓄運。美子長個無名指紋線，代表老年手頭銀錢充裕，可能係年輕捱翻嚟嘅積蓄，亦可能每月退休金養金豐厚，又或者孝順仔女，每月俾足生活費，令你衣食無憂。總之唔使日日為柴米油鹽幾蚊銀操心，晚年活得體面舒心。專如果發覺自己美子夠長，一定要心存感恩珍惜。誰知道等你些係前世收翻嚟嘅福報，亦係做善事換翻嚟嘅善果。往後保持開心心態，好保持開心安心，等晚年好福到嚟就得。講完長美子，估計屏幕前好多朋友會不停望自己美子，心入面七上八下。我明白大家嘅心情。當年我跟師傅學藝都試過呢個階段，黥審自九紋，手指仍唔夠好。我估計唔少朋友會發現，冚老師我美指冇咁長，只係去到冇名指紋線，甚至仲短一截。等你仲有啲人美指唔單止短，仲有少少彎曲。咁我係唔係命唔好？老咗就冇靠山，仔女遲啲唔孝順我。大家聽到呢度，千祈唔好心急，更加唔好亂諗，自己嚇自己。今日講呢個話題，唔係想令大家焦慮恐慌，亦唔係隨便斷人命運。我嘅目的係幫大家理清先天優點同不足，教大家透過後天方法調整改變。如果美指天生偏短指尖，捉唔到冇名指最頂橫紋，呢種手相相學確實有專門講法，但絕唔代表話一生無福無依無靠，只係話你性格同人生走勢會走向另一條完全唔同嘅路。美指偏短嘅人最大優點係為人踏實忠厚、單純善良，但同時有個致命弱點心，腸太軟。呢類人最易輕信，人講嘅說話太重情重義。年輕時可能因為老實性格，字義上食唔少暗態，身邊朋友利用欺騙，或者返工做最多嘢，付出最多力，最後功勞好處全部俾人搶走。至於家庭同子女，完美指短嘅人天生係粗心命，唔係話仔女長大唔孝順冇出息，只係你對仔女嘅愛同付出遠遠超過仔女能夠回報你嘅程度。你太識仔女，成世都想將全世界最好嘅嘢全部奉上去，恨不得將自己心挖出嚟煮俾佢哋食。就算仔女而家30-40歲，成家立室，有自己事業同家庭，做父母嘅你仍然日日掛住擔心佢返工順唔順出門咯，連孫仔孫女讀書成績都掛在心入面。你成世好似只係為仔女而活，正因為過分掛心同無條件付出，晚年先會成日覺得力不從心，活得好辛苦。唔係仔女唔理你嫌棄你，只係你自己唔放得低。晚年所有快樂同幸福全部夾惡喺仔女身上，一旦仔女有少少事唔合你心意，或者忙工作忙家事忽略你感受，你就會頓時失落，冇安全感。早知道等你覺得自己俾人遺棄，所以美指斷嘅朋友冇靠山，其實只係自己將自己逼得太勞碌，困喺無止境付出同擔憂嘅死胡同入面。但唔好以為美指短就注定啦，勞碌到老晚景離良絕對唔係。我尋日飛走訪各地多年，見過無數先天手相普通卻憑後天努力扭轉命運嘅實例，跟住教大家幾招簡單實用秘法，真正補足晚年運勢，揾翻屬於自己嘅靠山。無論你而家美指幾短，跟足方法實揸一樣，能夠親手修補晚年福氣，甚至天生長美指嘅人過得更幸福。
第一招，留甲補氣法，民間流傳好耐嘅實用技巧。如果尾指天生偏短之後剪指甲時，別指甲刻意留長少少，唔使好似古代公良少少，好將淨係幾毫米就得。修剪標準，指甲頂端視覺上越過無名指第一節黃紋線就得，千祈唔好睇小短短幾毫米指甲傳統。商學叫做以形補缺，指甲係骨嘅延伸，風水氣場入面代表自身能量向外延展。尾指指甲留長，無論視覺效果，抑或每日潛意識暗示，都等同達成尾指像個無名指紋嘅富貴格局。長期心理暗示力量極大，每次洗面食飯抬手睇時間，潛意識會不停提醒自己，福氣已經補返，晚年靠山穩固。日子耐咗，心態會由內到外轉變，變得更加自信。處理伴侶仔女關係時從容淡定，呢點一定要記住。指甲要時常修到圓滑乾淨，唔好留太長太尖，好似電影妖獸爪咁樣。唔單止改善唔到運勢，反而招煞，常生活仲容易整親自己同屋企人。追求整潔圓潤，淨係視覺上超過條橫紋少少就足夠。第二招，尾指大戒鎖運法。大家有冇留意？而家好多年輕人甚至有身份地位嘅長輩，中意尾指戴戒指。好多人以為只係裝飾或者代表單身招桃花，但對於中老年朋友，尾指戴戒藏住挑醒運勢嘅大智慧。古老商學風水入面，尾指屬水氣場，主溝通人緣同流動財氣。尾指天生偏短，代表水氣薄弱，財氣福氣容易散走，收唔住。呢時候尾指戴金屬或者玉石戒指作用，如同水一提記事，鎖實自身運勢同氣場。材質揀選建議純金戒指最佳，五行似金生水，能夠強化尾指氣象，或者天然綠戒指玉質溫潤滋養，生辰綠色，亦代表生機活力。尾指大智，無形之中增加貴人緣。每日提醒自己待人處事多，留個心運老實，任人欺負。細細一隻戒指，亦好似能量，修補貼遷之故。子女宮格局，令你同仔女之間關係穩固，減少爭執誤解。第三招，最重要根本心法，放手先係擁有呢招。需要修煉內心，轉變心態。既然尾指短，代表一生容易圍住仔女操心勞碌，扭轉勞碌命，一定要逼自己學識，唔好過分掛心學識，放手心底要徹底明白一句道理：兒孫自有兒孫福，長輩唔可能管一輩子，仔女已經長大，有自己諗法，自己要行嘅人生路，需要為自己所作所為承擔後果。身為長輩，你欲插手干預，日日過度擔心，唔係幫仔女，只係白白消耗自己累積嘅福報，同時阻礙仔女獨立成長。永遠俾父母護喺羽翼底下嘅細路，永遠學唔識面對風雨，獨自高飛。自下將日日掛住仔女嘅注意力收回，放返自己身上，多啲落公園跳廣場舞，舒展筋骨，約老朋友周遊祖國大好，何生見下外面世界。又或者去老年大學學從前想學冇時間學嘅興趣，書法、畫畫、攝影、唱歌都得。當你學識自己，好好對待自己，將晚年日子過得豐富精彩，你會驚生發現同仔女關係唔單止唔疏遠，反而更加親密。仔女會更加尊重你，自動自發貼近你，皆因世上一個活得開心獨立自主嘅父母，先係仔女最大福氣，亦都係仔女最願意依靠嘅避風港。你自己盤不坐穩健大山，到老自然有最堅實靠山。講完手指長短，仲有一種常見情況要特別講，唔少人尾指生得歪斜，向內彎或者扭向一邊。商學要分開兩種格局分析，如果細心觀察，尾指明顯向掌心彎曲，指尖貼近無名指，代表呢個人家庭觀念極重，親情重過一切，非常顧家重情義，
但同時晚年一例深重，離唔開晚輩同屋企人遲埋一切。等你屬於呢種受傷嘅朋友，平時要時刻提醒自己，俾伴侶同仔女多啲私人空間。俗語話距離產生美感，成日黐埋一齊，好易因為芝麻小事產生摩擦，適當留白相處，先會更加和諧。相反，如果尾指向外叫開，遠離無名指，中間有好大空缺，代表性格獨立自主，一生最討厭旁人插手自己生活，活性有少少執同孤僻。呢類人晚年多數唔想同仔女一齊住，覺得唔自居住，中意清靜自在。其實呢個格局亦唔差，要自己安排好每日起居，一個人靜靜睇書品茶種花，都係一種難得嘅幸福同修行。無論你尾指長短直彎，作為研習傳統文化多年嘅人，我一定要認真提醒大家最核心、最唔可以忽視嘅重點：身體健康。今日所講一切福氣、靠山、子女緣，全部建立喺健康體質之上。身體垮咗，幾多福氣都無福消受。由中醫經絡氣血角度講，尾指係兩條重要人體經絡必經之路，受少陰心經守太陽，小腸經。換言之，呢根睇落唔起眼嘅尾指，神經血管直接連接體內心臟，同小腸生理關聯極之緊密。如果平時發覺尾指無端發麻、冰凍，天氣唔凍都呈現異常紫棗白，千祈唔好當小事捱。過好呢係身體發出嘅求救信號，多數預示心臟機能減弱、供血不足或者頸椎增生壓住相關神經。尤其上咗年紀嘅朋友，心臟同小腸健康直接決定全身氣血生成同循環。氣血充足，百病不侵；氣血虧虛，百病好身。建議大家得閒冇事時，每日做一套簡單功效顯著嘅養生動作，用另一隻手嘅大拇指用力揉搓尾指，動作要別，由尾指根部開始，沿手指正面同側面，用拇指指腹慢慢由一路去到指尖，到指尖輕力按實一陣，再由指尖揉返根部，顯字則水字多，等你好一次為一輪。每日唔使花太多時間，3-5分鐘得左右手尾仔輪流油，唔好偏廢一邊。呢個動作睇落簡單不起眼，功效卻極大。長期堅持能夠疏通心經同小腸經，促進全身血液循環，強心耗心，持之以禱，慢慢會發覺夜晚睡眠質素提升，從前成日胸悶氣短、喘唔到氣嘅情況減少，行路精神飽滿，體質硬朗，人體氣血充盈，身體自然健壯，福氣亦會跟住到來。亦都係靠自己雙手親自打造健康靠山嘅絕妙方法。各位朋友，老祖宗留低嘅手相學問博大精深，源遠流長。講到底核心道理就係全息論，身體任何一個細微部位都藏住成個人生嘅秘視角。今日透過一根小小尾指，睇透晚年光景子女緣分一生最後嘅福報。天生尾指生得好夠長，代表得天獨厚，有先天優勢。一要珍惜身邊每一份幸福，平日多行善事，幫助他人，將呢份難得福氣傳落下一代，唔言不斷。如果尾指唔夠完美、偏短或者曲，亦千祈唔好灰心怨天尤人。唔係上天倒罰你，反而係上天提前提醒你，要修煉內心，作出調醒。可以透過一啲簡單生活習慣，留少少指甲、尾指、戴戒指等民間方法調醒氣場，更加要調醒心態。嚟得時知道，等你唔好過分操心，唔越界干預晚輩生活。每日堅持按摩尾指，疏通氣血，透過後天努力，完全能夠補足先天不足。大家又明白一個道理：田木等你命運從來唔係一成不變、黑死嘅定數，更似一場吉定後天嘅博弈。心境一專，每日做嘅事、接觸嘅人、諗嘅嘢都會跟住改變，個人散發嘅氣場亦隨之轉變。氣場向好，未來換世，甚至手掌紋路都會產生正面變化呢，就係相由心生，境隨心轉。
我真心希望今日睇呢段分享嘅每一位朋友都靜落心好認識自己雙手，唔好因為尾指短就成日唉聲掟氣，覺得自己命苦，亦唔好因為尾指長就得意忘形，以為唔使努力。兩種諗法都唔正確。你要做嘅係低頭望實自己雙手，心底同自己講一句：我晚年生活由我話事，我一世最大靠山就係我自己。只要心入面常存善念，懂得感恩熱愛，充滿柴米油鹽嘅平凡日子，從中揾到歡樂。由今日開始學識好好保養身體餘生，好好識自己，善待自己。無論你天生尾指生，點樣到最後都能夠靠自己雙手，智慧同心態，活出圓滿、幸福、安穩、冇憂嘅晚年。我係岑日飛，希望今日分享能夠真正幫到大家。如果覺得我講得有道理，不妨留言打受教啦。大家互相勉勵，一齊迎接美滿晚年。我哋下次再見。